就台馆文教基金会9月2号伫台南市政府举办抗癌愿望助学金颁奖典礼。今年咱市总共有7位抗癌勇士得奖。为了加冕离癌勇士勇敢抗癌，以及厝内底人无私的陪伴甲付出，同时祝福囡仔勇敢对抗疾病。市长nguyễn特、副市长戴谦、教育局副局长王坤元特别来颁奖典礼现场，并甲周台馆文教基金会创办人周庆华以及基金会董事长郭莹兰共同为得奖的勇士加油打气。一起为这些7位生命斗士给个赞。我们非常谢谢大家能够传承大观的精神，能够在这个基金会一直在默默的为社会行善的过程中，能够让许多这个小斗士的事迹跟他们努力的故事被社会所看见。也感谢周爸爸一直每年的辛苦努力去年我有来那但是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周大观基金会每年一直锲而不舍努力的为这个社会上有爱做更好的诠释跟见证。那非常谢谢各位，我真的心里面想讲一句话，我真的以各位为荣。这次得奖的抗癌勇士包含慈幼工商王家凤、南关高中王斌、新华高中陈威化、后甲高中严浩轩、男子国小李允柔、客家幼儿园陈延轩、爱德家幼儿园赖佑俊等，每一个人拢面临人生巨大的挑战，因的奋斗热情也感动着所有人。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